继续来到高雄的仁武，这个老式古厝将近有200年的历史了。进前民间团体甲提报为古迹建筑，但是就伫咧文化局要去会勘的前一天，去互怪手来挖掉。文化局接到消息，派人到场已经慢一步了。上界重要的门厅甲正厅已经挖甲平平平。老家有一阵子孙啊到议会顶前请求市长斗3工。 你好，你不要笑，你不要。拜托市长，因为8年老厝被拆去啊，一阵老家子孙啊，伫议会外口顶前。救文化，保护古迹，今日老厝就是高雄仁武区这间将近200年历史的老式古厝，规间厝的结构真完整，正厅大门双边的砖啊，以及这个翘子等等，拢是真少看到的老厝的形态。 民间团体真重视提报古迹，文化局伫5月20发出公告，5月24要到现场会勘，想到伫进行一天，都向向被拆掉。请怪手来拆出的是老家后代支持开发的这边，无赞成开发的家族成员，官到位嘛无法度阻挡。文化局得到消息，派人到现场嘛袂赴啊，想要保留老厝的人真艰苦。透早7点外叫怪手来甲因敲掉。 这是来讲阮老家主地，大家是真听心嘛。时代力量议员认为讲，就是文化局的消极作为，才和8年古厝轰拆去。你们现勘之前就应该已经要去跟他们说明的，但是因为他们不晓得这样的资讯，变成他们会担心说自己的土地被抢征，然后就采取了这样很强硬拆除的。就花了一些时间在找所有权人，等到我们所有权人确认了之后，我们发了开会通知，但是确实是没有想到所有权人会提早进行拆除的这个动作。林武凯议员建议讲，建要拆除，应该向主管机关请领拆除执照，并且加重家己拆除的罚则，安尼才有法度预防类似的危害搁发生。